后来继续这件是街头暴力的事件，发生伫花莲的吉安乡。昨暝、夜旦暝，有过路人先用强光灯来照射着外送员的目睭，双方起口角。结果，这个过路人竟然先出手共木甲闹片花。外送员佫忍痛约伫要1公里，是火力加载有热心的民众斗相共，才甲这个过路人抓落来。警方嘛赶到现场，人即摆要告伊伤害。讲这个过路人已经毋是第一届闹代志。卖照，你卖照，哦，报警嘛就来啦，卖照啦。虽讲唔惊人报警，故意直行，加在热心的民众有看到。对，他不晓得为什么拿那个手电筒照那个外送员的眼睛，然后外送员就停下来看他，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就突然攻击那个外送员。外送员会连续2下现闹片花，约1公里，警方到现场将人抓落来。我照别人，我都有照别人，他骑摩托车要撞我了，我照别人。他撞我，我说你干什么？他手就这样推，我自卫。我转弯啊，他逆向，然后用手电筒照我眼睛啊，然后我停下来，他就要这样打，我就这样打，然后就直接灌我，然后就跑掉啊。昨暝6点外，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甲二重四街有现场人讲，这查甫人要过路的时，拄着外送员正挖向也强光灯共笑。佫讲连续2拳造成外送员面有受伤，而且警方调查出，伊闹代志毋是头一摆。下来，你先下来，我家里有急事，我解除契约，你先下来。徛伫车手门，就是无要落车。姓刘查甫人车闸透早伫吉安车头，虽然有路开动作，毋过站务员反映讲，伊无完成付费，佫要共拍，而且这个姓刘查甫人嘛是坚持自我防卫。因为我们的职责的关系，有去宣导说，请那个旅客马上回来哈，请他再重新再刷卡。确认刷卡成功以后才进站这样子，结果旅客情绪就来了。2礼拜外，就闹到警察出动2摆，顶一摆代替的站务员无要加告，不过这摆动手造成外送员面有受伤，故意伤害，即马就予法官去审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